其他东西都不用放。Hello， 欢迎来到直播间收听。咱要不要来单鱼？这种呢是今天有这种翘嘴哦，翘嘴还有这种沙黄鱼，非常的漂亮，这种鱼都处理干净，才杀好，处理干净的了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雷猴，雷猴是誰？雷猴，雷猴啊，雷猴啊！你唔識，我三哥唔識講白話嘅，識講少少雷猴。哎，咁得閒㗎今日咁得閒嘅你嘅，我哋今日炸啲魚，食魚啊！食魚你想食咩魚？